今仔日讲道，咱甲歹的故事，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安静问咱家己：咱身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年纪的内底，踮伫耶稣基督的生活，咱的生命敢有改变？伫圣经、伫圣神的帮助中间，咱的心思意念敢有哪来那亲像耶稣？咱称咱家己做基督徒，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心思意念，敢有真正互耶稣活伫咱的内底？今仔日就是咱用祈祷来读圣经的一个祝福。愿天父上帝就是这个伫天地中间设定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通，什么唔通，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世俗。愿这个上帝完全的上帝，真实无有不义、公义、公平的上帝，将伊的话读互咱听，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内底作为主席，因为每一摆阮主席的时，阮羡慕阮的心会当互你充满，阮羡慕阮的心灵、灵魂的目睭会当看见主你的荣耀，阮羡慕上帝你的圣神搁一摆，将你活命的美娘来养饲阮夭糕的灵魂，互阮每一个人食你的话，身躯、灵魂拢得到勇健。至圣天父上帝，阮静静伫你的圣殿内，求主你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中，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灵，互阮会通明白。愿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伫今年的3月、4月，公共电视有一段大概10集的这个影片，来探讨这10年来咱台湾社会的社会问题。一个真水的题目，这个写剧本的一个查某囡仔，伊就甲这个所有这个影片，改号一个名叫做“咱生活伫这个社会内底，咱甲好歹是毋是只有一线之隔？”因为伫这个中间，伊最主要是用迄个台北捷运无目标的随便的政治台西人这个社会问题，伫遐咧探讨。伫咧中间，伊嘛咧表示迄个这个做毋对代志的人，伊的亲人心中的艰苦。这个老母问讲：敢有人要出世遐尼辛苦，用20年来栽培一个台西人的人？记者用无共款的咧角度咧报这个社会新闻。法官因的判刑的中间，嘛有伊另外一支笑。所以，这个写剧本的这个查某囡仔，伊想来想去，伊原本还有真多的名，但是后来伊决定，其实咱的人生中间，好亲像咧做讲座。伊用咱司法界的一句话，伊讲做一个法官咧判对甲毋对，好甲毋好，就好亲像咧行讲座，好甲歹只是一线之隔。人生活伫这个世间，咱咧判断代志。常常是一念之间，对不对？咱基督徒最要紧读圣经一个目的，就是咱会当叫做一个完全的人，咱会当叫做一个有心思意念正确、有清气的心、有正直的心。所以每一摆咱听讲道，应该就是咱的观念要受改变的时刻。每一摆咱查考圣经，拢是盼望圣经的话会当正做光。带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虽然是一念之间，虽然是一线之隔，但是主要求你互我真正活伫光明的内底，无跨越迄条上帝所设定的迄个界限，离开光明进入黑暗。愿主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对恁讲话，因为咱每一个人的内心拢有一种的黑暗的房间。有可能咱拢无用阮别人来甲咱干涉，甚至嘛无用阮你的丈夫甲你讲，嘛无用阮你的夫人人甲你讲，嘛无用阮你的爸爸妈妈甲你讲，咱的生命中间拢有某一种的坚持、检查，
是光，嘛检查是黑暗。所听兄弟姊妹，咱敢愿意？伫每一摆咱读圣经的时，拍开咱的心，互上帝话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像是今仔的书会，小庆长老伊伫祈祷的中间，有安尼带咱祈祷讲：主啊，求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做阮路上的光。确实，这是咱做礼拜的目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剧本其实我嘛无看过，因为伊咧播放的时我无注意到。但是后来当我无意中去看到这个报道，讲有一个公共电视咧播这个电影，我感觉伊是一篇真有深度、嘛真有意思的一个影片。虽然我无用时间去来10集拢来看了，但是这个题目对我来讲，就产生一个真大的挑战。我做一个牧师，我咧讲道，伫这条线的中间，我讲了，敢有照上帝家己的话？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敢有当我咧表达我的心思意念的时，我敢有亲像耶稣基督？伫今仔咱所读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我所引用的这个版本，其实今仔这个圣经较特别，我通常拢引用和合本，但是今仔我所引用的这汉字，我特别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伊咧讲起，恁都要有一种的思想。伫恁的中间，恁的教会，恁的组织，这个团队中间，恁要有一心一意，共一种思想，共一种意念。伊第5节伊讲，恁要有这种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的思想。和本的翻译讲，恁要有些心，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邀请，这嘛是一个教示，这嘛是一个提醒。咱做基督徒无论偌久，但是咱敢有真正认捌耶稣？伊咧想什么？就亲像真巧奇的囡仔，伊的爸爸妈妈的目色一了咧，囡仔就马上体会到啊，我的爸爸妈妈今麦有一个真严肃的时间，我唔通阁黑白随便。这叫做看目色。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咱讲话，互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一个祈祷讲。主啊，愿你帮助我，才做成熟的基督徒。也未拄到大风大影的时，主你用你的话教示我，养成我有正确的思想、成熟的品格。直到我若拄到挑战、引诱，伫生活中间各种的情景，迄个瞬间，上帝你的话就成做我的主张。兄弟姊妹，咱爱当大人，特别做一个基督徒。伫信仰的顶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伫咱也未拄到大风大影进前，爱互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成做咱的心思意念。因为今仔日的旧约咧讲起申命记，申命记最要紧就是上帝讲真侪真要紧的规矩，所以申命记就是讲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规矩。今仔的经文，特别是第32章第8节，伊讲，这个创造的上帝设立天地中间的界限，这个界限的这个字叫做 border， 还是讲一个 boundary， 就是讲迄个边界，国甲国的中间会咱啊，迄个界限限制。你若对这跨过，你就唔是我的囝儿；你若对这跨过，你就唔是我的国民。伊讲，若是上帝的囝儿。因就无安尼，伫社会兴起的世代，那是属于上帝的囝儿，因追求的就是圣洁的生活。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恁讲话，对咱的囡仔讲话，对咱的教会讲话，互咱的教会所有一切的规矩，是对这个圣经的话来建立。所以今仔日我有3个功课，想要甲咱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思想主张的中间。一念之间，咱求上帝的手真清楚，甲咱画一条线。这不是约束，这是保护。我佮讲一摆，上帝设立诫命，不是一个约束，是一个保护。咱若伫这条线的内底，就算做有大风大影，咱就袂受引诱，你袂感觉有危难，因为真清气、真安全、真正直。
这就是代表的祈祷讲，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一个人的心若清气，伊思想真侪遐外面的引诱无存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保护。圣经对起头，上帝都已经设立改变。伊甲阿当讲袂使食这，伊甲阿头啊讲袂使食这。迄个故事其实就是咧讲起上帝设立一个界限，伫这个界限的内底，就是一个爱定乐园，你袂受引诱。食一粒水果无啥物了不起，但食到这个水果了，就亲像一个病毒入去伫你的生命中间，你开始你的心内就有诱惑，你就要开始为着你家己的生命征战。当你无食这个物件之前，无看过上帝的界限之前，所有一切拢伫上帝的保守的内底。但是，一旦咱若跨越鸿沟，虽然是一条线，但是伫一条线的外面，就亲像一个城堡，迄个城堡的外口，你爱为你家己做征战的征战。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是我上爱的经文的一段。伊讲：恁伫基督的内底，恁伫圣神的内底，恁的生命敢有得到怜悯？恁的生命敢有得到帮助？所听兄弟姊妹，咱静静问咱家己：我来到教会这段年日中间，敢有帮助我的信仰哪来哪坚定？我来到教会这段时间，我接着一个基督徒了，我的生命敢有哪来哪享受？迄种的成熟、自由、老练、智慧、聪明，兄弟姊妹，你敢愿意这就一个享受？上帝所赏赐你的真理内底的迄种的满足甲欢喜。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上帝，我无爱做一个不明不白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真正人享受真理，也互真理成做我生命一件新的衫。人看到我的时，会感觉讲：哎呀，这个人伊都真平凡、真普通。但是伫真平凡、真普通的时，这个人的主张、这个人的品格、这个人的生活，较遐尼老练，伫生活中间好歹，较遐尼自在。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家族，一代比一代更加尊贵。愿天父上帝互咱伫生活中间，毋免到天堂。伫咱的今仔日，咱就享受保罗所讲，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恁敢有得到什么种的激励、扶持、帮助、怜悯？伫圣神的内底，恁敢有甲上帝亲亲连结做伙？伊讲甲圣神的相通，甲圣神的相通，意思就是讲，伫我的生活中间，无论什么种的时刻，上帝常常会将迄个直觉、将迄个感动放伫我的生命中，所以我常常有判断，我知影什么好，什么唔好，什么对，什么唔对，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世上。愿天父上帝帮助你我，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得到祝福。咱的信仰，敢有互咱活出良善？咱的信仰，敢有互咱对邪恶不妥协？咱的信仰，敢有互咱生活伫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咱不同流合污？兄弟姊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就是，毋是就毋是，总是。连法官嘛感觉真困难，所以法院流传一句话：好甲歹是一线之隔。其实人嘛是安尼，好甲歹是一念之间。但是咱常常有感觉讲，忽然有当时啊无注意，咱毋是要恶意讲白贼，但是伊种的合理的解释，白贼的话就走出来，对无？讲较好听，这个合理的解释。但讲较歹听，就是讲，有时咱伫不经意当中，咱就显露出来咱的粗俗、咱的乱用。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互咱伫咱的信仰生活，互咱伫咱的社会生活，互咱伫经济生活的主张。兄弟姊妹，想看卖，
咱的信仰甲咱的经济生活，敢有产生某一种的提升？咱的信仰，互咱甲对钱的使用、钱的主张、钱的争取，敢有改变咱的想法？咱的信仰敢互咱伫咱的朋友、同事的面前产生阳光上帝？咱的信仰敢有与日见增？意思就是讲，对着咱的年纪的老化也好，成长也好，咱的信仰敢有真正一年比一年更加纯洁？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每一摆因来对咱讲话，咱就得到智慧。相信啊，甲咱三甲地地，咱就得到帮助。所以今仔日咧分享这段故事影片甲这种的想法的时，我就想到，伫咱中间，咱捌安尼做伙祈祷讲，主啊，求你教示阮，成做一个做对事、走对路、讲对话的人。你会记得这个讲道吧？但是听了这个讲道了后，亲爱兄弟姊妹，你敢捌真积极、真努力，常常安尼约束你的话、你的生活、甲你的主张？兄弟姊妹，圣经的话袂主动变做你的思想，圣经的话要加做你的祝福。第一，就是咱对心中爱欢喜讲，主啊，我顺服。主啊，愿意你的话来责备我，我愿意你的话来约束我，我愿意你的话画一条线，就亲像高速公路，伊有一条真直的线，所以每一只车伊行伫伊家己的这条线的界限的内底。咱的上帝是有规矩的上帝，咱的上帝是设立一个规矩的上帝。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三个祈祷，三个功课。第一个祈祷，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互伊的话就是真道，正做石盘。聪明的人起厝起伫坚固的地基顶悬，对无？咱拄着大风大影了后，咱台湾的建筑愈来愈严格。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有断层、伫地动阁真频繁的国家，所以咱的建筑法要求愈来安那，地基要愈用，条啊嘛要愈用，建材嘛袂使偷工减料。所以今仔日咱有三个功课：第一，互上帝的话做咱心思意念的石盘；第二，互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讲话。圣神甲咱讲，这条线以内，这就是爱的路行，咱就讲阿门。毋是讲啊，迄也好，迄也毋好，伫遐甲上帝讨价还价。求圣神伫感动你的事，互你有顺服，互咱有祝福。第三，今仔日的功课，咱静静来问：我要怎样认捌耶稣基督的心最深？保罗讲，你都爱有耶稣基督的心最深。我毋知兄弟姊妹，你若安静的时，你想耶稣伊怎样表明伊的情绪，伊怎样表明伊的主张？但一个我要讲去4项，恁会当家记起来，想看卖，恁嘛会当家己安静伫祈祷的中间讲，主耶稣求你教我，什么叫做你的心？然后伫以后你的生活甲祈祷的中间，你若拄着选择，你若拄着十字路口，你若拄着危难，你若拄着一个这个引诱试炼，你会使安尼祈祷。你讲耶稣今仔日若你拄着这个问题，耶稣你会安怎做决定？耶稣你的决定是什么？当你安尼问耶稣的时，上帝圣神会开始将你过去所读的圣经迄个话，甲你掀开，互你伫你做决定的中间，认捌耶稣基督的心。耶稣今仔日若伫这个情景的中间，你敢会安尼做？耶稣伫这个选择的中间，你敢会安尼做？耶稣毋是一个毋捌拄着风险的人，圣经嘛讲，伊拄着300个试炼。伊开始要出来传福音的时，伊伫魔鬼的面前拄着300个试探，300拢是用上帝的话来拒绝魔鬼的引诱。荣华富贵、大富大贵、生命的权柄，耶稣讲毋通试探你的上帝。
用伊的话来否定魔鬼伪装的祝福。魔鬼要互人的祝福，常常拢是带有牺牲性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最古早到今仔日，伊就是光，所以上帝要用光带人脱离黑暗的关系。每一摆听讲道，拢是正道，拢是互上帝的话发光。每一摆讲道应该拢是将上帝的话显明伫人的中间，互一定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做伙讲阿们，互一定追求上帝话的人会当因为主的光照，咱就悔改，咱就改得改变，咱就选择行伫上帝的道路中。所以第一个祈祷，咱求天父上帝。因为上帝无讲耍笑，伊的话是信实，所以伊的话就是咱的立足点。石盘的意思就是，我徛伫迄个所在会当坚固，袂摇摇晃晃。石盘的意思就是我的生命的立足点。求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讲，咱的上帝就是石盘。咱的上帝是真实无虚假，咱的上帝是真实无不义。这是白话字的圣经翻译讲，咱的上帝是真实无有不义，然后佮讲公义。意思是上帝是公义，伊无不义。讲两摆，咱的上帝是良善，是公义，是正直，是完全。咱的上帝就是这种的上帝。所以，若毋是咱若无照安尼，咱就毋是伊的囝儿，咱就毋是上帝的百姓。愿天父上帝甲咱做清气的心，互咱内面有正直的心。兄弟姊妹，即句话咱拢会晓背啊，脱口而出。但是咱敢有常常安尼卡无？我的生命改变。但暗咱若要困之前，咱拢爱想讲洗一个身躯。好轻松，较好困，对不对？兄弟姊妹，灵魂嘛是安尼的。灵魂若无清气的时，咱会有不安；灵魂若无有清气的时，咱的生命会有扭曲。伫咧白菜的中间，人会有不安。兄弟姊妹，求上帝将正直的心放伫咱的内底。一个人若正直，伊拄着任何决定的上间，无论是外底的瞬间，伊拢坚持。为什么？因为正直的神伫咱的内底咧保护咱，白菜的话不容易，无容易造出来。欺骗、虚假、虚谎，遐物件无搁再加做你的本质。因为上帝将一个品格叫做公义甲正直，赏赐互咱，主帮助咱。所以第二日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咱爱认真读圣经。今仔日读了，搁将圣经搁读一摆。上帝啊！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敢有心中的界限？一个囡仔的成长过程，父母若常常无要甲伊讲一条生命真道的界限，迄个囡仔将来会作疑惑，因为伊无判断的教育。兄弟姊妹，所以犹太人讲，一个囡仔伊的判断，伊的这个界限，伫三岁之前，其实就已经建立啊，毋是去读册。是伫生活中间，伊看到伊的父母的生活，伊的父母已经将生活的迄条界限已经甲伊划定啊。去走较毋好黑白蒙甲输路，当然圣经中间古早无甲输路，但是圣经中间旧约的生活，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毋通去蒙火，因为火会烫人。吼，什么所在是安全，什么所在是无安全？圣经中间用真清楚的话，啊，若无好甲歹，咱一个嘛了解对无？我甲你讲，咱都要做好人，毋通做歹人，咱大家嘛知影。但是好甲歹，大家人的界限甲主张无共款。所以圣经才有生命记，圣经才有摩西五经，圣经才有上帝的话。所以咱脚前的灯路就会光，求天父上帝将好歹放伫咱的内底。圣经一起头创世纪的故事中间，上帝所颁定的第一个界限就是甲阿东甲夏娃讲：神恶果你唔好食。上帝甲只小气，全世界上好食就是神恶果，但是你偏偏唔好食。
就亲像古早咱若是大人讲，鸡尾水囡仔人袂使食，上爱食的人就甲定调咧，讲迄唔好食，毋是呢？这个解说毋是安尼。其实伊咧讲起善恶果，真正是讲有善甲恶，会当食了你会当分辨善甲恶，好甲歹，善甲世俗。伊讲这个判断的这个规矩，你唔好食。这个故事足深。这个故事咧讲的意思就是讲，一个囡仔伊若是一个真单纯、真纯洁，伊也未食到这个世间的人情世故。其实伊生活足单纯。当一个人食了善恶果，就亲像伊担着世间的人情世故，伊开始要耍心机，伊开始拄着诱惑，伊开始拄着挑战，伊开始需要面对伊家己的精神甲责任。上起头上着互人的，毋是你需要，我需要，伫人情世故的中间，精进你家己的精进。所以上帝的诫命是带有保护。求天父上帝，互咱将做一个真正认捌上帝，伊甲咱设定伫圣经内底所讲，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伊讲你毋通食，因为食了人就死。这个死毋是指肉体的死尔，这个死是讲，当你若食了后，你就是否定我的命令。当你若否定我的命令了后，你甲我的关系就安那会断绝。因为我是上帝，所以我会讲的话是圣洁的话。你若否定我是上帝，你若否定我的话是圣洁的话，那安尼，对今仔日开始，你甲我的关系就开始产生噪声、变化、扭曲，这就是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用真理伫世间万物万事顶悬设定界限的上帝。恁会当当心，今仔日佮加上读箴言第8章22节到32节。伫这个中间，伊讲起上帝的起头的事就创造我。伫也未有世间进前就有啥？有真理。伫起头古早，上帝就设定了我，设定什么？设定真理界限。所以29节伊讲，上帝为了海设立伊的界限，互水袂当搬过伊的命令。上帝设立天地中间土地地上的根基。伫这个所在咧讲起诫命简洁，来补充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申命记》第32章第8节。伊讲，我的上帝是一个至权的上帝，伊将世间人分开，分属的上帝，无属的上帝，世俗的甲圣洁的。伊讲，上帝将世间人分开，伫万民的中间设立伊的界限。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世间，咱甲真侪亲人朋友做伙生活，社会共同的生活。但是上帝设立咱是分别出来的人，所以咱对真侪主张，咱应该爱细致，好甲歹一线之隔，一念之间一线之隔。求圣神怜悯咱，帮助咱，互咱成做一个永远无跋倒的人，无简单。但圣经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求天父上帝将伊的话，伫咱的生命人生中间画一条线，因为这条线的这边是属上帝，这条线的这边是属伫世间。雅各耶稣兄弟伊讲，人间毋知生活伫世俗的人，就是甲上帝对立。这句话讲了真严肃，这句话讲了真严。这句话我捌伫讲道中间甲咱分享过。我毋知这句话敢有帮助咱决志过敬虔的生活。第三，我要甲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学习认捌。圣经保罗讲，恁在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但兄弟姊妹，咱对耶稣的心思意念有甚么种的认捌？
呀，这你敢真正认捌耶稣啊嘛？有一摆我伫这个世界传道会开会的中间，世界传道会的前的议长甲我问讲：曾牧师，你的经济神学是什么？意思是讲你安怎咧看钱的观念？兄弟姊妹，迄个时阵我心内切一下，我甲伊讲。我无甲讲啊，其实伫我心内，我想讲，我的神学甲你的神学无共款，因为我的耶稣甲马勒提利萨较共款，哦，但你的耶稣甲教宗较共款，哦，高高在上嘛。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间对耶稣的认捌，会决定咱真做心中的人。你若真照甲看，耶稣毋是追求成功的人，耶稣嘛毋是爱闹热的人。耶稣嘛毋是爱迄个做华丽的礼拜堂的人，因为伊无去起造耶路撒冷的圣殿，伊敢若甲伊清气尔。但耶稣永远甲遐软弱的人做伙，就亲像今仔日因红长老，伊讲剑无放着99只去找迄个唯一的一只嘛。兄弟姊妹，世间人是追求成功，但基督徒是跟对耶稣基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真正问咱家己：我信耶稣遮尔侪年了，我敢有脱胎换骨？兄弟姊妹，若无，你就亲像耶稣讲：你若爱得到完全，你又搁欠一项。你会记迄个故事吗？真好，你已经99分啊！但是你若爱得到完全，你又搁欠一项。兄弟姊妹，咱敢有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世间出来，我虽然还阁属伫生活伫这个世间，但是我已经开始属伫耶稣基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圣经第5节安尼讲，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伊讲：你应该爱有这种的思想。你会问上帝讲：上帝什么种的思想？保罗讲：就用耶稣基督的思想做你的思想。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安尼这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念头悬过人的念头，上帝的道路悬过咱的道路。当咱认捌耶稣基督了后，咱的人生开始无同款。以前检查我咱是为着假称言，为着成功甲失败，但是当咱认捌耶稣以后，咱开始是追求一个有尊贵、有自由。上帝活伫咱内底迄种生命，这叫做什么生命？耶稣的心，伊看上帝的代志最重要。12岁囡仔伫礼拜堂出来，搬过节了后，甲爸爸妈妈离开，恁会记迄个故事无？哦，伊还阁伫礼拜堂咧甲人谈论上帝的话，啊，伊爸爸妈妈对伊行倒去啊，啊，半路才感觉囡仔胖去，倒去找伊，伊讲：你遐开互阮安尼烦恼。啊，然后伊甲伊应一句话讲：我岂不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意思讲，我敢无应该用我的天顶的老爸伊的国度、伊的代志，做我的心思意念嘛？兄弟姊妹，这句话偌重要。这句话已经决定一个人要成做心中的人。耶稣是一个高人民人的人，耶稣是一个看到人无正直。看到教会无亲像教会，耶稣会烦恼，耶稣会受气。耶稣是一个爱人悔改、爱人行伫正路、归正信仰的人。耶稣就是心中的人。耶稣是一个常常辩解上帝、常常互上帝话，成做人中间上重要主张的人。所以耶稣的讲道毋是新约的讲道。耶稣的讲道只不过就是用旧约中间迄个互人听无、生活袂出来，迄个摩西五经的真正上帝的话，耶稣佫重新甲伊解说。兄弟姊妹，咱若要把耶稣的心做心，第一，伫真道顶悬造就家己，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第三，求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帮助，主帮助咱。互咱今仔圣经中间，咱得到智慧。保罗讲，恁着爱查验、斟酌，恁爱问上帝，
上帝什么是你的心意？善良顺转，你所欢喜。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到咱一生的落尾，每一日拢是领受上帝的话，和上帝的话改变咱的生命。因为圣经的话要互咱的心思意念改变，要互咱用耶稣基督的思想做咱的思想。伫咱的经济生活，伫咱的社会生活，伫咱的宗教生活，毋是干那礼拜日的宗教生活，特别是对拜一到拜六，咱的信仰甲咱的生活结连做伙。主帮助咱，当咱拄着危难的时，咱安静祈祷，问圣神，圣神啊，今仔日这项代志，若是我的主耶稣。伊会安怎做决定？圣神要将耶稣的心对你讲，你相信吗？你愿意听耶稣的声吗？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既然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就要进入甲伊做伙。”兄弟姊妹，要做基督徒，爱做真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爱做真实的基督徒。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咱的教会，上帝祝福恁的囡仔。咱做伙来祈祷，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伫黑暗的世代中间永远有光。阮会当看见上帝的尊贵、荣耀、圣洁、公义。求圣神帮助阮，将上帝的话刻掉伫阮的心中。求圣神帮助阮，互阮认捌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心，然后互阮顺服，跟对阮的主耶稣，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